嗱，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可能啲聽眾咧都未係好知啊，叫做達到國際標準第4級嘅高度自動化水平，其實即係一個點樣嘅程度咧？呢個咧其實我哋講緊最高嘅級別係 L5啦，暫時都未有人做到嘅。咁 L4已經係國際上高，喺一個指定嘅設計嘅營運區域入邊啦，我哋業內叫一個叫 ODD 啦。咁個車咧就可以完全自己咧去做一個駕駛嘅操作嘅，而亦都冇需要人類去做監控。咁遇到一個場景超出設計範圍咧，咁個車輛亦都可以自己執行一啲降低風險嘅動作，例如係靠邊停車啊、減速啊咁樣樣，就唔需要人類去接管嘅。嗱，咁我想問，即係其實咧，而家無人駕駛咧，譬如無論喺美國啦、內地啦，或者仲有即係其他嘅地區咧，都已經係實行緊㗎啦。咁呢個即係香港而家達到去呢一個嘅測試水平，其實同國際唔同嘅地方咧個差距仲有幾大咧？我諗嗰個香港有一個好獨特嘅就係高城市密度嗰個環境啦，即係全球我諗都冇乜邊個城市會有咁多即係市區範圍係有好多高樓大廈嘅。咁要知道咧，呢啲無人駕駛其實都好依賴同呢一個基站或者衛星嘅通訊啦。咁如果喺呢啲咁嘅密集環境上高咧，其實對嗰個駕駛嗰個要求嗰個時延啊或者係精度都好高。咁所以目前咧，我哋而家試緊嘅都係一啲郊區啲啦，或者係空曠啲嘅地方咯，咁相對翻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咁佢城市密集冇咁高嘅，咁佢嗰個可營運範圍就相對嚟講會比香港大啲同廣闊啲咯。嗱，另外呢，就係政府亦都話咧，即係會容許機場島入邊呢，就做一個遙距後備操作員中心操作嘅自動車測試，即係實現呢一個車內冇司機嘅情況。呢個喺香港嘅環境嚟講，又係一個點樣嘅突破咧？呢個咧，其實頭先提過 L4嗰個級別，其實本身已經唔需要有人喺入邊嘅。咁呢個純粹一個風控嘅措施，而唔係技術嘅限制咯。咁你都見到啦，測試嘅路段其實由開頭嘅機場島嗰邊去到而家數碼港啊，或者嚟緊北大嶼山啟德範圍，都可能會有啲半開放道路咧。你見到呢啲地方咧，都係唔係高城市密度密集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哋嘅限制咧，就係呢樣嘢如果真係要真正落地，佢點樣可以最大嘅範圍去方便到市民去用呢啲交通工具，而唔係變為另一條專線嘅的士咁樣樣咯，好似綠 van 啊咁樣樣行指定路線，咁先至會有個真正嘅彈性同埋幫到市民出行咯。